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一位已经行医超过40年的老医生。这40年来，我在台湾看过无数的病人，从年轻人到老年人，什么样的病症都见过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，这个话题关系到每一位60岁以上长辈的健康。我们台湾人特别喜欢吃海鲜，对吧？很多人都相信吃海鲜一定健康，觉得海鲜比红肉好，蛋白质又高，所以餐餐都要有海鲜才安心。但是我必须很诚实地告诉各位，有4种海鲜正在悄悄地破坏60岁以上长辈的关节、心脏和大脑。没错，就是悄悄地在破坏。同时也有4种海鲜就像天然的药物一样，只要换个吃法，换个选择，就可以让身体变年轻。这不是夸张，是我亲眼见证过的真实案例。在很多台湾家庭的餐桌上，有些菜看起来就像大海的恩赐，但实际上却是慢性毒药。你知道吗？即使很多60岁以上的长辈已经少吃红肉，多吃海鲜了，但高血压、心脏病、记忆力衰退的比例还是在持续上升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。我们的血液就像台北到高雄的高速公路上的车流，而血管就是那条高速公路。如果选错海鲜，就等于在路上倒泥巴和铁钉，结果就是塞车、出车祸。请别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您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；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如果你已经60岁以上，只看几分钟就离开，没有看完，很可能会继续吃那些正在悄悄堵塞血管、削弱记忆力的食物。等到发现的时候，可能就太迟了。但是请放心，只要改变餐桌上的几道菜，情况就会不一样。我见过太多病人因此改善了。接下来我会先告诉大家4种应该避免的海鲜，然后再分享4种应该常吃的海鲜，还会给各位具体的烹调建议。各位可以一边听一边回想这周吃了什么，等一下在留言区告诉我，我会看的。危险海鲜4：温水区海鲜摊的生蚝。现在我要讲第4种危险的海鲜，生蚝，特别是在海鲜摊、夜市或是温暖水域的生蚝。各位有没有注意过夜市里那些生蚝池？水不一定都是干净的，而且温度偏温暖。在这种环境下，有一种叫做创伤弧菌的细菌特别喜欢生长。这种细菌就像吃肉的小虫子。如果你有糖尿病、肝病，这些细菌可能会钻进血液里。每次在夏天的时候，在海边的餐厅吃生蚝，就像在抽签一样，有时候抽到的是补锌的好处，有时候抽到的是急诊室的门票。感染之后会出现什么症状呢？发烧、发冷，皮肤上会冒出水泡。这些水泡不是普通的小水泡，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皮肤坏死。听起来很可怕，对吧？但这是真实会发生的事情。我记得有一位高雄的65岁伯伯，他有糖尿病。有一次他在海边吃了生蚝之后，皮肤感染了，幸好发现得早，赶快送医治疗，没有失去任何肢体。但是那段时间真的把全家人都吓坏了。所以我要跟各位说清楚，如果你有糖尿病、肝病或肾脏病这些慢性病，请完全避免吃生蚝，真的完全不要碰。那如果真的很喜欢吃蚝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一定要煮熟，可以煮蚝仔粥、清蒸蚝，这样就安全多了。如果您喜欢有壳的海鲜，可以优先选择蛤蜊、文蛤这些，但同样要煮熟才吃。请各位回想一下，上礼拜有没有在哪里吃过生蚝？如果有的话，下次要特别小心。我不是要责怪谁，只是希望大家能做出更好的选择。
保护自己的健康，毕竟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财富。危险海鲜3，大型尾鱼含汞量高。接下来要讲的是第3种危险海鲜，大型尾鱼，还有其他高汞含量的深海鱼。汞，也就是水银，就像一层有毒的雾气包围着大脑，让脑内的电线短路，不灵光。大家知道吗？大鱼吃小鱼，每吃一次就累积一层汞。如果您60到70岁，几十年来一直稳定地吃这种大型鱼，您的大脑就像硬碟出现错误一样，慢慢的运作不顺畅。这会出现什么症状呢？拿筷子的时候手会抖，刚想说什么就忘记了。有时候踩到楼梯也没什么感觉。这些看似小小的症状，其实都可能跟汞中毒有关。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，大脑就像捷运的控制中心，而汞就是卡在电路板里的垃圾。垃圾越多，系统就越容易出问题。那该怎么办呢？首先要尽量减少吃那些特别大的尾鱼、旗鱼这类的深海大鱼。什么鱼比较安全呢？小型的青鱼、野生鲑鱼、沙丁鱼，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。它们体型小，汞含量也低很多。如果您过去几十年一直吃很多大型鱼，可以问问您的医生，是不是需要做重金属检测，确认一下身体的状况。我有一位台中的病人，以前特别爱吃某种大尾鱼，几乎每周都吃。后来我建议他改吃体型较小的鱼，几个月之后，他跟我说手比较不会抖了，注意力也比以前好。这不是说100%治愈，而是真实的改善经验。所以选对鱼真的很重要。记住，不是所有的鱼都一样好，体型小的鱼通常比大型鱼安全得多。这是我从行医这么多年的经验中，一次又一次见证的事实。危险海鲜2，便宜进口冷冻虾。现在要说的是第2种危险海鲜，便宜的进口冷冻虾，特别是工厂化养殖的虾子。工厂化养虾的池子里，虾子挤得密密麻麻，水质浑浊，为了不让虾子大批死亡，必须使用杀虫剂、抗生素。我用一个比喻让大家更容易理解，每只虾就像一块海绵，把所有倒进池子里的药物都吸进身体里。对于60岁以上的长辈来说，肝脏和肾脏的解毒能力已经比较弱了，这些化学物质会让身体的负担更重。不是所有的虾都不好，问题在于来源和养殖方式。那该怎么选择呢？第一，优先选择从附近海域捕捞的野生虾，来源要清楚。第二，不要贪便宜去买那些超级特价、标签不清楚的虾子。第三，学会看包装上的标识和产地标签，如果上面写的不清不楚，就不要买。我有一位新北市的62岁女病人，经常莫名其妙的皮肤痒、起疹子，怎么看都找不到原因。后来我仔细问她的饮食习惯，发现她常吃便宜的冷冻虾。我建议她减少那种虾，改吃新鲜的小型鱼。结果呢，她的皮肤比较不痒了，晚上也睡得比较沉。她自己都觉得很惊讶，原来问题可能出在这里。所以我建议各位回家看看自己冰箱的冷冻库，检查一下里面有没有来路不明的冷冻虾。健康是一点一滴累积的，也是一点一滴被破坏的。选择对的食物，就是在保护自己。不要因为便宜就随便买，因为省下来的那几十块钱，可能会让您将来花更多钱在医疗上。这笔账我们要算清楚。危险海鲜1，养殖无锅鱼，海鲜界的香烟。现在要讲最危险的第1名，养殖无锅鱼。无锅鱼在台湾非常普遍，很多人觉得它便宜，清淡油脂少，所以一定健康。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真实的病例。有一位70岁的台南阿伯，退休之后每周吃无锅鱼3到4次，
因为他认为油脂少对心脏好。后来阿伯开始膝盖痛，早上下楼梯的时候特别困难，他以为是老了自然会这样。来医院检查之后，发现他的发炎指数很高，血脂也不好，动脉有硬化的迹象。养殖鱼里的坏油脂就像劣质的机油倒在高速公路上，粘在血管壁上，让关节和心脏同时喊救命。我仔细问了阿伯的饮食习惯，发现无锅鱼一周出现3到4次，这就是关键。不是因为它是鱼就一定好，重点是养殖方式和油脂的种类。养殖无锅鱼的 Omega-6 脂肪酸比例太高， Omega-3 却很少，这种不平衡会引发慢性发炎。我给了阿伯建议，大幅减少养殖无锅鱼，改吃野生的小型海鱼、小青鱼、鲑鱼、沙丁鱼。6个月之后，阿伯回来复诊，他说走路轻松多了，发炎指数也降下来了，心情也变好了。当然，这是搭配药物和整体饮食调整的结果，不是只靠换鱼就能做到。但换鱼确实是很重要的一环。所以我要跟各位说，如果您60岁以上，每周吃好几次养殖无锅鱼，因为觉得油脂少所以健康，真的很值得重新检视一下。不要被清淡2个字骗了，健康不是这样算的，选对食物才是真正的保养。转场从毒到药。好，讲完了4种危险的海鲜，可能有些朋友会担心，那我到底还能吃什么？请放心，大海不是只有这4种危险的东西，还有很多就像天然补药一样的海鲜，特别适合60岁以上的长辈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来聊聊4种我很喜欢开给年长病人的海鲜。这4种海鲜可以带来4大好处：保护心血管，减少关节发炎，帮助记忆力，维持肌肉和骨骼。让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应该吃的海鲜4：沙丁鱼，骨骼与心脏一次双赢。第4种应该吃的海鲜是沙丁鱼。1小罐沙丁鱼可以提供接近1杯牛奶的钙质，还有对心脏很好的油脂，这真的很厉害。有研究显示，60岁以上的人，如果1周吃几次富含软骨的小鱼，骨头会比较结实，髋骨骨折的几率也比较低。为什么沙丁鱼这么好呢？因为它体型小，所以汞含量非常低，很适合年长者吃。而且罐头里那些软骨正是容易吸收的钙质来源。怎么吃比较好呢？以台湾人的习惯，我有几个建议。第1，可以拌在糙米粥里，煮得软软的，很容易入口。第2，做成清爽的沙拉，配蔬菜一起吃。第3，搭配全麦吐司，简单又营养。我有一位台北的68岁女病人，之前骨密度检查发现偏低，她非常担心会骨折。后来她听我的建议，在饮食里加入沙丁鱼，同时配合走路运动和医生开的药，定期追踪之后，骨质状况稳定下来了，她的心情也安心很多。选购沙丁鱼罐头的时候，有3个小重点。第1，看清楚用的是什么油，橄榄油或清水浸泡的比较好，避免用太多调味料的。第2，选择添加物少的品牌。第3，确认保存期限和产地标示清楚。沙丁鱼真的是一种 CP 值很高的食物，不贵，营养又丰富，而且很方便，打开罐头就能吃。对于牙口不太好的长辈来说，沙丁鱼的肉质软嫩，骨头也软，不用担心咬不动。我常常跟病人说，不要小看这1小罐鱼，它可能比很多昂贵的保健品还要实在。所以如果您还没试过沙丁鱼，真的可以买1罐回家试试看。只要吃对了，简单的食物也能带来大大的帮助。应该吃的海鲜3：阿拉斯加野生鲑鱼 Omega-3 的英雄。第3种应该吃的海鲜是阿拉斯加野生鲑鱼。鲑鱼里的 Omega-3 脂肪酸，就像在血管里巡逻的消防队，
把那些悄悄燃烧的发炎小火苗扑灭。野生鲑鱼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一，降低心肌梗塞的风险；第二，帮助稳定血压；第三，支持记忆力和情绪。这些对60岁以上的长辈来说都非常重要。但是要注意，野生鲑鱼和养殖鲑鱼是不一样的。野生的营养价值比较高，污染物也比较少。多久吃一次比较好呢？我建议60岁以上的朋友，一周吃1到2次就够了。怎么料理呢？用台湾人习惯的方式。第一，简单烤一下，撒一点盐，配青菜吃。第二，清蒸，加一点姜和葱，保持原味。不用太复杂，简单煮就很美味。我有一位新竹72岁的阿伯，心跳不太规律，血脂也不稳定。我建议他调整饮食，增加鲑鱼，减少红肉。几个月之后，他回来定期检查，结果比之前好多了。走上坡路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喘了，他自己都觉得很神奇。这里要强调一点，不是要吃很多，而是要吃的规律。一周1到2次，持之以恒，比偶尔大吃一顿要好得多。而且选购的时候要看清楚标示，确定是野生的，不是养殖的。虽然野生的比较贵一点，但是为了健康，这个投资是值得的。有些朋友可能会问，我预算有限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不一定每次都要买鲑鱼，可以跟其他小型鱼轮流吃，像是沙丁鱼、小青鱼，这些也很好，而且比较便宜。重点是多样化，不要每天都吃同一种鱼。健康的饮食不是要花大钱，而是要用心选择，吃得聪明。只要方向对了，就算预算不多，也能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。应该吃的海鲜2：纽西兰绿唇，贻贝关节疼痛者的好朋友。第二种应该吃的海鲜是纽西兰绿唇贻贝，也叫绿壳蛋菜。很多消炎药就像暂时灭火，而绿唇贻贝里的营养素就像慢慢的、稳定的浇水，让关节周围的嫩草重新长出来。绿唇贻贝含有 EPA、DHA， 还有一种叫做葡萄糖胺聚糖的成分。这些听起来很复杂，但简单来说，就是对关节很好的天然物质。怎么使用呢？有2种方式。第一，直接买新鲜冷冻的绿唇贻贝回来煮。第二，如果医生同意，也可以吃胶囊形式的补充品。我有一位台北66岁的女病人，膝关节痛得很厉害，上下楼梯都很辛苦。除了医生开的药之外，她一周吃2到3次绿唇贻贝。几个月之后，疼痛减轻了，自己可以走到附近的市场买菜。当然，这是整体治疗计划的一部分，不是说吃了就会神奇的好起来，但确实有帮助。这里要提醒大家3件事。第一，如果您对海鲜过敏，一定要小心，先问过医生再吃。第二，注意保存方式，冷冻的要确实冷冻，不要反复解冻。第三，不要因为觉得有效就吃太多，特别是有特殊疾病的人，剂量要跟医生讨论。绿唇贻贝在台湾可能不像其他海鲜那么常见，但在进口超市或网络上都买得到。如果你有关节疼痛的困扰，真的可以试试看。料理方式也很简单，可以清蒸、煮汤，或是加在海鲜粥里，味道鲜美，营养又丰富。对于年长者来说，关节健康非常重要。关节不好，走路就困难，生活品质会大幅下降。所以，保护关节要从日常饮食做起，不能等到痛得受不了才开始注意。我常常告诉病人，预防胜于治疗，与其等到关节坏掉了才来补救，不如现在就开始好好保养。吃对的食物就是最简单、最实在的保养方式。应该吃的海鲜1：章鱼，优先地中海可信来源，大脑与肌肉的好朋友。第一种最推荐的海鲜是章鱼，
最好是来自地中海或是可靠来源的章鱼。大脑就像一座图书馆，章鱼带来的营养素可以帮助保护那些最重要的书架。章鱼含有什么好东西呢？牛磺酸、维生素 B12， 还有矿物质，这些对神经传导和肌肉收缩都很有帮助。想象一下，70几岁的人还能走得很快，上下捷运不用扶，清楚记得每个约会，看起来就像年轻好几岁。这不是梦想，是可以做到的。但是要注意，章鱼不要用油炸的方式吃，那样会浪费它的营养。最好的吃法是水煮、清蒸或是做成沙拉。我有一位台中70多岁的阿嬷，他很担心自己的脑袋退化得太快，后来他调整饮食，增加章鱼、小鱼，同时配合快走运动，他觉得头脑比以前清楚，也比较不会忘东忘西。这是他的个人感受，加上整体生活方式的改善。不是说吃章鱼就能治百病，但确实有支持的作用。这里有一个重要提醒，如果你有肾脏病或心脏病，要注意蛋白质和钠的总摄取量。吃之前最好问一下您的医生。怎么煮章鱼比较适合年长者呢？要煮得软一点，不要太硬，这样咀嚼起来不会太费力。可以切成小块，加在汤里或是拌在粥里，这样既营养又容易入口。我建议可以这样做：把章鱼煮软之后，切小块，加一点橄榄油、柠檬汁、蔬菜，做成简单的沙拉，清爽又健康。或者煮软之后加在蔬菜汤里，煮成章鱼蔬菜汤，暖胃又养生。章鱼的价格不算便宜，但一周吃1到2次，其实负担不会太大。而且跟买一大堆保健品比起来，吃真正的食物，营养更全面，身体的吸收也更好。我常说，真正的健康不是靠药罐子堆出来的，而是靠每一餐的选择累积出来的。选对食物，就是在为未来的自己存健康。总结医生给60岁以上长辈的叮咛。好，我们今天聊了很多，让我快速总结一下。在餐桌上，大海带来的既有药也有毒，关键在于您夹起来的是哪一道菜。4种要避免的海鲜：温水区的生蚝、大型尾鱼、便宜的冷冻虾、养殖无锅鱼。4种应该吃的海鲜：沙丁鱼、野生鲑鱼、纽西兰绿唇贻贝、章鱼。行医这么多年，我见过太多病人，让我最感动的不是检验报告上的数字变好，而是看到他们能够自己走路，自己照顾自己，记得孙子孙女的名字。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，对年长者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，我想请您试试看，这礼拜改变餐桌上的一道菜。而且如果可以的话，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您60岁以上您爱的家人，让他们也知道选对海鲜就是在保护自己的健康。您现在吃的最多的是哪一种海鲜？听完今天的分享，有没有哪一道菜是您想要改变的？请在留言区告诉我，我会尽量看每一则留言。谢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平安喜乐，我们下次见。